买喙安中用是名济，若无半径药局较偏僻乡镇要安怎？这个所在由卫生所来卖，要么对真的老大人来讲，走一逝爱几10公里。为了2片喙安，金钱甲时间的成本根本就算袂好。台东县的卫生所是讲会用巡回医疗来补强来斗卖。若南投仁爱乡是希望讲中药统一来分配，唔让这乡亲因为住伤远，无甲因照顾到。把手天开喷酒精，做好保护。到花莲秀林乡卫生所求诊，却受真侪民众拢无挂喙安，因为真歹买。实名证了后，透过药局通路贩卖，药师拢真肯定。至少每个人都可以买得到口罩啊，因为连我自己在超商我都买不到，我一片都买不到。但是真侪偏乡根本无药局，像新竹的兴山乡，上海近的药局嘛要坐将近1点钟的车到竹东。好在在兴山乡卫生所帮忙来卖喙安。之前不晓得说在卫生所可以领。不知道啊，我以为要去主动啊。同款袂放心的，也阁有台东的老大人，桌顶有摆单做好规定，大家拢挂喙安，看袂到笑容。药局或者卫生所的距离，不能让我们很方便的去买。到市区就爱20-30公里，无交通工具，爱包车落山。台东县卫生所讲，会透过巡回医疗来弥补。会酌量带一些口罩去那边。尽量做到便民，减少大家的焦虑。但是南投仁爱乡公所原本是想要家己采购送给乡亲，但即马喙安拢由中央控管，担心防疫工作无法度进行。我们最远的部落要到这个药局，可能要2个多小时至3个小时哈。希望中央统筹分配，唔通互乡亲变成防疫作战内面的变演人。